話說咧，今日喺壇度臨走嗰陣時咧，就同師傅咧就傾咗幾句，就講起我法會嗰幾日咧，因為咧做二手，二手即係咩咧？即係講緊係一場經懺儀式入邊嘅一個帶領人，咁佢會帶領所有嘅音樂節奏啦，同埋誦經嘅經文啦，咁然後咧啲經生咧就會跟住二手嘅帶領咧去誦經嘅。做二手嘅時候咧，咁就發現係喎，念經嘅時候咧，都一定咧係保持一種叫做好平均嘅速度，然後個呼吸節奏咧都保持一個行雲流水，好一氣呵成嘅一種內外嘅共鳴嘅一種節奏喺入邊。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非常之神奇，因為你係帶領全場經懺嘅一個角色，好冇？你唔可以話細細聲咁樣念，你要聲音係最大嘅嗰一個，所以就會讓我體驗到，哇！點解可以？即係咧，以前我係完全咧係講嘢都氣喘㗎，但係竟然可以係一個一氣呵成之下咧去念晒成本經，然後係一個平均嘅速度，然後一旦你進入咗嗰個狀態之後咧，你會覺得係體智咧各方面咧完全咧係一個氣定神閒啊，係一個安住，然後係本經，然後同呢個人經合一嘅一種狀態，跟住咧就讓我去諗起一個我哋道家成日都會出現嘅一個詞彙，就係叫做形神俱渺，物我兩忘。自己唔行入去，我係唔會去發現到呢樣嘢。就算我哋平時自己有啲人自己屋企有念經，即係譬如念心經，即係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咁樣，你係唔會話去諗到話呢個速度同埋節奏啊、呼吸上邊嘅細緻嘅嘢咯。原來呢方面嘅嘢，單係呢樣嘢都可以對我哋嗰個身心咧，都係影響係非常之大。而呢樣嘢係我哋生活中自己喺冇人提示之下咧，係好難去發現嘅。即係你真係要去行入去，你先會哇，要發現好多嘢，我哋自己好多嘢都係唔知咯。而呢樣嘢真係你需要去自己親身去試過，去體驗過，你先會知道佢嘅好處。